英國政府咧終於出咗呢個關於對於移民政策同埋定居咧係有重大影響嘅文件，當中咧亦都包括所有 BNO Visa 持有人最關心，亦都係咧最關鍵嘅問題，就係英國定居政策嘅最新安排。本身咧確定咗5+1，以為係好消息啦，結果咧冇幾耐先發現，除咗年期不變之外咧，其他門檻都提高咗，例如英文嘅要求咧就由 B1 加到 B2。咁我就同大家詳細咁睇下呢一個英國內政部出嘅呢一份文件，實際係講咗啲咩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Hea。英國內政部發佈咗一份名為《更公平的定居途徑 A Fairer Pathway of Settlement》嘅文件。咁呢個文件嘅改革焦點呢，就係考慮將大部分標準簽證嘅類別，例如技術簽證或者咧係工作簽證、學生簽證等嘅定居資格，由而家嘅5年大幅咧延長去到10年。咁喺前言嘅部分呢，內政大臣馬曼廷呢都已經重複之前工黨嘅立場，即係咧要定居喺英國攞到永久居留呢，唔係呢一項嘅權利，而係咧特權，咁咧係必須要賺翻嚟嘅。之後佢亦都提出10+1嘅要求啦，必須要係冇犯罪記錄啦，並且咧係有高嘅英文水平，做出咧持續同埋可衡量嘅經濟貢獻，喺英國咧冇任何嘅債務，同埋做義工等等咧，先至可以攞得到。不過之後咧喺下邊都有話，對於呢啲同英國咧有獨特同埋鞏固聯繫嘅人咧，攞到呢個定居嘅時間咧係將會更快嘅，包括英國公民嘅配偶啦，同埋咧 BNO Visa 嘅持有人同佢哋嘅配偶同受養人。咁呢一度咧就確立咗 BNO Visa 咧的確咧係可以比一般人要10年咧係更快咁樣申請到，但係咧就冇講其他嘅條件。之後份文件就講到關於而家咧英國定居嘅制度係點樣，包括居住5年就可以定居啦。英文嘅要求咧就係要 B1，同埋咧係通過咗 Live in the UK Test 嘅。咁 BNO Visa 咧本身就係有晒呢一啲咁樣嘅要求嘅。咁跟住咧文件裏邊咧就開始講呢一個新嘅 system 啦，就係一個咧賺取定居嘅制度。本身咧我都以為咧 BNO Visa 應該唔喺呢個制度裏邊嘅，但如果碌落去睇咧，喺呢個新制度嘅大標題之下呢，的確係有提到 BNO Visa 嘅。例如佢話呢 BNO Visa 5年可以申請定居呢，係唔需要諮詢嘅。之後最關鍵嘅一句就係特定嘅入境同埋居留嘅途徑，包括呢 BNO Visa 嘅持有人啊，同埋佢哋嘅家屬呢，咁呢將會獲得呢定居期嘅豁免，即係呢5年，就好似呢而家一樣。但係呢仍然需要符合強制性嘅要求。咁當中強制性嘅要求有啲乜嘢呢？就要睇翻一開始呢一個新制度表格1嘅呢一個強制性要求呢一度。咁佢就話咧，所有嘅申請人啊，都係要符合呢啲要求嘅。當中咧就分咗3個部分：適應性啦、融合性同埋貢獻。具體咧就係有冇犯罪嘅記錄啦。咁呢個好合理啊。申請人咧有冇進行緊嘅訴訟，有俾咧 NHS 有交稅，或者咧有冇其他嘅債務。英文要求就由而家嘅 B1 加到 B2， 咁同而家一樣呢，亦都係要通過呢個 Live in the UK Test。咁更加困難嘅部分呢，應該就係要求咧申請人必須咧年收入連續至少3到5年呢係超過12,570磅，即係咧超過而家英國個人入息稅嘅免稅額。咁佢特別括住咧呢個年期3至5年呢係要諮詢嘅。但即使唔係年期嘅問題啦，如果係退休人士啊，或者家庭主婦啊，咁呢啲都係冇收入嘅人士嚟嘅，或者咧其實好多老人家都係咧有一大筆積蓄，準備咧去嗰度咧慢慢搣啊，退休都唔打算再做嘢噶啦。咁樣點算呢？咁佢哋又點樣可以符合呢一個要求呢？暫時咧都係未太肯定嘅。亦都有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呢個 contribution 咧未必咧會係適用於 BNO Visa 嘅，但具體係點樣呢？就暫時未有一個講法。咁呢個表裏邊嘅要求呢，暫時咧都係未完全確定嘅。最尾呢個表呢，亦都有一句就係話，所列出嚟嘅全部措施呢，喺表裏邊列出嚟嘅措施呢，都係屬於諮詢嘅範圍。除咗係針對英國公民嘅配偶同埋 BNO Visa 嘅減免，但係呢，佢係冇確實咁樣講減免呢係單純係年期上面啦，定係喺表格上面一啲嘅項目都係可以減免嘅。咁其實呢係冇講清楚嘅。但如果配合咧英國內政部嘅一個回應啦，咁內政部咧係確定咗 BNO Visa 嘅持有人咧係將會咧需要通過更高嘅語言門檻啦，但佢就話咧預期大部分人咧已經達到呢個水平，
即係其實呢個表裏邊嘅強制要求，包括咧英文 B2咧，都係咧適用於 BNO Visa 嘅持有人。英文 B2咧本身就等於 IELTS 嘅5.5分到6.5分，咁呢部分咧已經係咧 A level 嘅程度到大學嘅入學水平啦。咁呢樣嘢咧對部分人咧可能都係好大嘅挑戰，尤其咧可能係一啲中年人啦，咁本身咧英文未必係咁好嘅。而睇翻咧而家英文水平嘅規定咧，係去到65歲以上咧就可以有豁免，咁應該呢個豁免嘅部分咧都係會保留嘅。至於咧對於收入方面嘅要求咧，內政部咧就未有回應啦。呢個諮詢文件裏邊咧，亦都有重申對香港人嘅支持啦。政府咧對於喺英國嘅香港社群嘅支持咧，仍然係堅定不移嘅，並且咧會繼續用呢個 BNO 嘅途徑去繼續咧歡迎香港人。咁佢亦都講到咧係完全認同咧香港人已經對英國咧做出重大嘅貢獻，並且咧喺未來嘅日子咧都會繼續扮演呢個角色。所以咧點解 BNO Visa 嘅持有人將會咧係能夠居住5年之後就可以咧定居？咁的確而家 BNO Visa 咧係唔使諮詢，亦都係咧確定咗係5年嘅。但實際上定居嘅門檻咧都係升咗，亦都同我之前講嘅一樣，年期上咧可能繼續係5+1，但其他基本嘅要求咧就應該咧係會同其他嘅定居申請係睇齊嘅。不過因為一切咧都仲係諮詢階段，諮詢嘅時間咧大概係3個月，去到咧2026年嘅2月。但以而家嘅方案咧，應該就未必會有好大嘅改變。例如英文由 B1 去到 B2咧，都係可以幾肯定噶啦。反而唔知收入上面咧係會點樣用於咧呢個 BNO Visa 上。例如咧學生啊、家庭主婦、老人家咁又點計咧？都係咧有好多嘅問題嘅。以而家咁樣嘅時間去計啦，如果諮詢3個月，可能咧去到2026年嘅年中就會正式實施。由於 BNO Visa 咧係喺2021年初咧就開放嘅，咁早去嘅朋友咧有機會係趕到喺呢個新要求之前咧入紙。咁當然盡快咧就要去考定呢個英文試，最少咧要有 B1 嘅成績，當然最好咧就係可以考到 B2啦。咁睇完呢啲關於 BNO Visa 嘅內容啦，仲有一啲咧數字都值得大家留意嘅。根據咧內政部嘅數據，BNO Visa 咧由2021年咧開始開放以嚟，喺2021年同埋2022年期間咧，總共咧批出咗咧多達154000份嘅 Visa。如果一開始咧就申請 Visa 去到英國嘅人，即係咧喺2021年初咧就去到英國嘅，咁咧就將會喺2026年嘅年頭咧就達到咧5年嘅居住要求啦。咁呢一份官方報告咧就首次咧公開預測咧，內政部咧將會迎來咧史無前例嘅一啲定居申請嘅高峰啊！報告之中就指咧喺2026年咧預計咧將會收到咧高達92000份嘅定居申請，而2027年咧亦都會有54000幾份嘅申請。咁呢兩個數字加埋咧，就係短短2年之間咧，內政部就要處理咧超過146000幾份 BNO Visa 嘅定居申請。咁大家可以想象咧，咁巨大嘅申請數量咧，可能咧會為內政部嘅審查系統咧造成巨大嘅壓力。而本身咧英國政府嘅效率啦，同埋人手咧都係比較慢嘅，所以大家咧都可能可以預計審批嘅時間咧可能會延長。所以而家可以做嘅咧，最好就係預先準備好啲資料，包括咧整理你呢5年嚟嘅居住證明啦，確保你嘅英文咧已經通過咗啦，同埋咧考定呢一個 Life in the UK Test，就可以咧馬上喺居留時間到嘅時候咧即刻提交申請啦。好啦，咁今日影片咧就嚟到呢一度，好快咁同大家講咗咧英國呢一份報告咧對 BNO Visa 最切身嘅影響，而其他關於計分啊或者其他工作移民啊難民嘅部分咧，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我先至再講啦。大家又有啲咩睇法咧？可以留言話俾我聽。中意我影片咧，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